各位兄弟平安，今日甲咱做伙来分享一个题目：到底为什么要信基督教？有真侪人问我讲你安怎真做一个基督徒？我有时感觉这个问题真奇怪。有影我真做一个基督徒。不是我爱做基督徒，是因为我的阿公已经基督徒，我的老爸嘛基督徒，所以我嘛是基督徒。和一般的民间宗教的人同款，因为一般民间的宗教的人，因出世伫这个土地时，可能因的祖先就安尼信民间宗教。所以，因到今仔日，因嘛安尼伫信民间宗教。基督教有影，通过基督教的历史，伊来到台湾只有150年那点，所以通讲基督教是一个外来宗教。总是为什么我会做一个基督徒？就是因为我的祖先，特别是我的阿公。伫伊教会死老爸，伊甲伊的老母伫故乡的中间，真做孤儿寡妇，互人欺负。我的阿公不得不就爱出外，共顾牛，有时到豆油间去共洗豆油干仔，有当时做真艰苦的苦工。若有得到担保，就转来到爸母、伊的老母三角分享。伫我阿公13岁时，通过伊的同乡的介绍，就来到伫台南的这dim洞的所在来做拜二的工人。这dim洞就是今仔日的台湾教会公报社的前身。我的阿公伫遐做拜日工人，伫遐捌到汉文，伫遐捌到白话字，伫遐捌到基督教。伫基督教的圣经的内面，特别伫希伯来书，伊有安尼写讲：信是所毋望代志的实在，是所未看见代志的标准。一个人有信仰，就会当互伊活出迄个愿望。所以我确信，我通过基督教的信仰，伫我人生的内面，我要用简单的3项来讲出，我真做一个基督徒，伫我信仰的中间，互我领受到3项的愿望。第一个就是信心的勇气。我所伫信的这位耶稣基督，伊是一位道成做肉体来徛起伫咱中间，又带来上帝丰盛的真理甲恩典。伊嘛安尼对所有人讲：伫世间咱有苦难，毋免惊，因为伊已经赢过迄个人生苦难，甚至是人生最大的死失的这种的灾难。所以，互我通过耶稣基督。伫我信仰的中间，伊所讲迄个毋免惊，互我来得到信心的勇气。这个勇气，伫圣诗279首，
这首的圣诗，伊安尼见证讲：注点我心内，无惊吓自在。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。每日我心神笑念你无停，你做我光灯，互我有光明。注点我心内，无惊吓自在。